你一覺瞓醒，發現一邊耳好似塞住，講電話聽唔清。仲有耳鳴，如果係突然出現，唔好只當耳垢或者上火。歡迎嚟到 Medical Inspire。思維，今日我哋講突發性聽力下降，好多人第一反應係自己滴耳油，等幾日或者以為只係感冒後耳塞，但突發性神經性聽力損失可以喺幾小時至幾日內發生，通常影響一邊耳，需要盡快由醫生評估。如果你想保護自己同家人嘅健康，請先點讚、訂閱並分享俾重要嘅人。今日 Medical Inspire 帶你拆解呢個同日常健康有關嘅醫學重點。NIDCD 指出，突發性耳聾係無法解釋、快速出現嘅聽力損失，可以一次過或者幾日內發生，通常只影響一邊耳。英國 NHS 相關資料亦提醒，突然聽力改變可能係突發性神經性聽力損失，應盡快求醫，唔好等佢自己好。突聾最麻煩係容易被誤會，有人以為係耳垢，有人以為耳水不平衡，有人覺得耳鳴唔痛就唔急。但內耳神經問題同外耳道阻塞係完全唔同方向。耳垢可以處理，但如果係神經性聽力下降，延誤評估可能影響恢復機會。常見線索包括突然聽唔清、聲音變細或者變悶、一邊耳聽電話明顯差、耳鳴、耳脹、頭暈或者天旋地轉。Mayo Clinic 關於聽力下降資料亦提到，聽力損失可以表現為聲音變模糊、喺嘈雜地方聽唔清、需要較大音量、耳鳴等。醫生通常會先排除耳垢、感染、鼓膜問題，再安排聽力測試，必要時轉介耳鼻喉科。突發性神經性聽力損失，有時會用類固醇等治療，但是否適合用法同時間，要由醫生按個人狀況決定。唔好自己食類固醇，亦唔好亂滴藥水入耳。如果突然聽力下降，伴隨面壞、說話困難、手腳無力、劇烈頭痛、嚴重眩暈，就要即時求醫，因為要排除中風或者其他急症。如果只係一邊耳突然聽唔清，亦唔代表可以等幾星期。聽力係有時間成本㗎。今日最想你記住，耳仔突然聽唔清，唔好先上網買耳燭或者滴耳油。第一步係盡快揾醫護檢查，分清耳垢、感染、內耳神經問題同其他嚴重原因，越早處理，選擇通常越多。多謝收睇 Medical Inspire， 唔知大家又有啲咩睇法呢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，我哋下次再見。而家我哋見到黃金、比特幣、美股全部都創咗新高。如果你想把握住而家咁強勁嘅市況分一杯羹，呢度就推介一啲優惠平台俾大家，全部都係合法合規嘅。如果大家面對港股同美股而家咁難搞嘅市況，覺得有啲不知所措，想學多啲嘢，又想參考各大股票名家嘅即時操盤心得，可以考慮訂閱 Fortune Insight Prime。另外，你亦可以直接聯絡90後投資經理阿賢，去 description box 填一填張 Google Form 就得。我哋亦放咗個轉數快同 PayMe 嘅 QR code 喺影片嘅左上角，就算喺留言欄或者 caption 嗰度，都一樣會見到呢個 PayMe code 同 PayMe link。如果大家覺得我哋啲片做得好，希望可以打賞下我哋，支持下我哋。喺香港生存，一定要知多啲金融黑幕、內幕、爆料同埋經濟投資專業知識。現金流有壓力，有個方法教你零成本賺銀行錢，仲可以套現到170萬，利用信用卡免息分期賺積分，再賺埋高達10萬蚊利息。請即刻訂閱渾水財經 Channel Patreon， 樓下 description box 一樣有訂閱連結。面對變幻莫測嘅市況，呢個 channel 特別整合咗命理、稅務、黃金3大支援，幫你全方位佈局理財。首先，透過小山蘇成嘅紫微斗數同風水諮詢洞悉天機，趨吉避凶。最後，利用明德金融嘅黃金交易平台實踐避險，享受低差價同埋一世免佣嘅優勢。而家經我哋嘅開戶碼開戶，即刻送50美元獎賞，等你喺變局中穩操勝券。希望可以喺呢啲產品度見到大家。